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嘅 channel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教咧七星螳螂拳嘅入門。咁咧七星螳螂拳咧嘅入門咧，我哋有講螳螂刁手。咁螳螂刁手咧，我哋有3個重點。第一個重點，我哋嘅手咧嘅手指、拇指要擺喺中指嘅第2節。第二個重點，後三指用力，食指伸直。第3點咧就係拖落嚟嘅時候，個手嘅位置咧就係唔可以太貼，亦都唔可以太出。咁為之一個螳螂嘅刁手。咁咧，我哋而家睇睇示範先。去片。然後咧，我哋而家講一講七星螳螂拳擒拿技法嘅特色。咁七星螳螂拳同埋其他武術擒拿技法嘅特色咧，係有些少唔同嘅喎。咁七星螳螂拳擒拿嘅特色，我哋有拖打。其他嘅武術咧，大部分嘅擒拿特色咧，都係壓制性嘅技巧比較高啲。咁咧，拖打有可以即刻反攻嘅效果，而擒拿嘅特色咧，壓制完之後咧，可能淨係壓制住個對手，反擊或者再做下一個攻擊嘅時間會較慢同埋較長。咁我而家睇一睇示範先，去片。頭先嘅示範，大家明唔明白咧？咁而家我哋講講七星螳螂拳嘅特色啦。咁七星螳螂拳其中一樣特色7長8短。咁首先我哋會介紹下8短，其中2短。第一樣就叫迎面頭錘，第二種叫樽身天靠。咁我而家睇下示範先，去片。